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可以不用花钱就可以赚钱的东西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不是推销，也不是业配，所以先不要关掉我的影片，拜托。娃娃 TV。好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 Email Cash 的网站，它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网站，它注册不用钱，而且你每天就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赚到钱了。好，那到底这个 Email Cash 呢，它是要怎么赚钱呢？我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Email Cash 的网站。那什么是 Email Cash 呢？ Email Cash 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做问卷调查跟放广告的网站啊。有很多厂商呢，他们都会委托他们做问卷调查，或者是委托他们放一些他们的广告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Email Cash 它就会找适合的会员，让他们做他们的广告，让他们做他们的调查、问卷调查，或者是一些广告。像你们看，它这边也有说。为什么 Email Cash 可以让你免费累积1元呢？因为你在 Email Cash 所回答的问卷、点阅的广告邮件，甚至是消费的金额，都可以为 Email Cash 带来收入，而 Email Cash 也会给你的一定的比例当做奖励。只要你是诚实的参与 Email Cash 的活动，就不怕将来拿不到现金，兑换不到奖品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每天花一点时间，动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赚钱啦。好，那到底都有哪些方法可以赚取1元呢？它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种方法可以赚取1元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呢，就是花点时间回答问卷。这个呢，就是他们会给你一些问卷，你只要回答他们的问卷，你就可以获得10到2100元不等的红利点数。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它不是每天都会有问卷给你做，它这里有写啊，你要填写你的一些相关资料，他们的问卷基本上都是你的兴趣啊，或者是一些你的基本资料来发配给你的，所以你把你的资料填写的越详细，你就会有越高的机会可以收到他们的问卷调查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看看广告兼省钱。这个就是 Email Cash 呢，它有时候就会寄给你一些邮件啊，然后里面就是广告啦，然后你只要点一下它那个广告，然后看它那个广告10秒，它就会给你11元的红利。那至于它里面的商品，你要不要买，有没有兴趣，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网络购物，让你拿2次红利。这个是如果你平时有在网购的话，这个还蛮适合的，因为你平时在网购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是会用你的信用卡嘛，就可以累积红利。那你用 Email Cash， 就是去它的特约网站消费的话，你也是可以获得那个 Email Cash 的红利点数的。像是大家看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约网站，你看像这是金石堂嘛，这是金石堂。你就可以像是，如果你要在金石堂买书的话，你就可以从它这个网站然后到金石堂的网站，你看就点这个，然后看这边，你必须在完成付款或收到商品之后，以发票号码提出申请1元奖励，就是然后你看，然后它就会连到这个金石堂的网站，所以也不是他们的奇怪的网站啊。所以这个网络购物的这个就是你可以累积信用卡的点数之外，你就还可以累积1元，就是还蛮好的啦。好，那这个第4个呢，就是介绍亲友加入一起赚红利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你推荐你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加入，然后让他们在他们申请的时候，在那个推荐人啊写上你的名字啊、你的账号名字啊，然后等你的那些朋友、亲朋好友他们的账户这边有写啊，像达到501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获得110元的红利点数。好，这个我要先说，我没有要大家在申请的时候推荐人写我哦，所以大家请不要误会，也不要想歪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下一个呢就是存到银行生利息。这个呢就是 Email Cash 呢，它有一个像是银行的东西啊，你就是在它这个地方填上你要存进去的钱啊，然后就跟银行一样，它就是可以给你赚利息啦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每天登录赚红利。这个呢就是每天的啦，就是这里有3个办法，就是如果你每天登录的话，你登录然后做这3个动作的话，你就会赚到红利啦。
就是它第一个是每日乐透，这个每日乐透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，它现在好像改名叫做以小博大，就是你只要从1到999选7个数字，然后写在这边，就跟乐透一样，然后它每天都会抽一个数字嘛，只要你选的数字有被抽中的话，它就会给你1元。玩这个也不用钱啊，它就是试玩嘛。我每次都是玩试玩嘛，然后我就选7个数字，对，我就选7个数字，然后如果有抽到的话就有啊，没有就没有啊，反正也不用钱啊。但如果你是赌徒的话，你就可以花钱，好像每一次就一个1元吧，就可以选，就可以再选7个数字，这样抽中的机会可能也比较大哦。我之前就有抽中过一次，然后他就给我31元，好像我忘记了，好像是31元啊。试玩的好像是只有31元啊。好，那这个每天的呢，除了每日乐透之外呢，还有每日问答跟每日广告，就是你只要每天登录 email cache 嘛，然后去回答他1-2个小问题啊，然后还有去看他的广告啊，差不多10秒吧，也是10秒，你就可以回答问题，你就可以得到3元，看广告可以得到2元，然后这2个都可以得到1个金币嘛。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，他好像是你只要回答他的问题，他会给你11元。然后现在好像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他就变贱了，然后就变成3元跟2元了。好，那金币可以干什么呢？这个就要说到下一个啦。下一个呢就是抽卡片赚好康。这个呢，你就是到这边每日卡好运这边抽牌。你就可以获得你可以获得你抽到的一些奖励啦。就是他这边有说啊，你每抽1张卡片，还要收取你2个金币，所以反正金币放在那边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，你就拿来抽卡，也可以得到一些奖励。然后他这边有说，连续登录5天即可享有每次只抽取1金币的好康，就是他每次就会扣取你1个金币，你抽一次就1个金币，不是2个金币啦。如果你连续登录5天的话，好，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可以抽5张卡片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都有什么奖励啊，都有些什么卡片。像这边呢，它就有金币嘛，1到15的金币，看你抽到哪个啊。如果你抽到15个金币的话，你就有更多的金币可以抽更多的卡片啦。那我看还有1元，1到9嘛，1元嘛。然后还有这个像折抵嘛，你如果有在网购的话，你就可以拿这个来折抵啊。哦，还有这个代捐，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啦。它就是如果你抽到这个代捐的话，你就可以到这边啊，就可以去捐钱，然后顺便做慈善嘛。你看，像我就捐了蛮多的嘛，我抽到蛮多这种卡，然后就捐了蛮多的。好啦，还有这个什么红利啊什么之类，你看就有一堆这种卡片啊。还有这个卡片叫做神偷卡，我觉得这个卡片还蛮好笑的啦。这个卡片呢，他说你可以悄悄的偷走其他会员的1张卡片。他这里还说注意使用此卡，请着黑衣、黑裤、黑帽，并轻声细语，蹑手蹑脚，还蛮好笑的。偷人家的卡，在网上还着黑衣黑帽，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执行任务赚外快。这个呢，就是跟你们在打一些线上游戏一样啊，都会有一些任务，你就是去完成它的任务啊，它就给你1元。它这里也有说啊，任务的类型还蛮多元化的，有时候它会限时啊，对，也会限时的。好，那大家看到这边呢，会不会想要问我说，我到底有没有真的领过钱呢？哦，大家都想知道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这边公开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真的领过钱好了。我没有领过钱。大家现在会不会觉得我前面说了那么多啊，结果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领过钱，是不是很没有说服力？我知道我现在很没有说服力了，但是我没有领过钱，这是有原因的啦。这个呢，就要从8年前开始说起。对，没错，玩 email cache 呢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，但是我到现在1毛钱都没有拿到过。我是差不多2008年的年初加入了 email cache，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累积1元啊，然后到我差不多可以领钱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我在输入我之前申请的时候，我在写那个资料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出生年写错了。我是民国81年1992年出生的嘛。
然后我在那个出生年那边写成82年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不能领了怎么办？然后啊，大家还记得8年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汶川大地震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想说，唉，反正我都不能领了，然后累积这么多医源干什么呢？然后我就刚好那个时候就发生汶川大地震嘛，我就把他们全部都给捐出去，然后我就把账户关掉，然后再重新开一个账户，再重新累积医源啦。那汶川大地震之后呢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7、8年了吧。那我到现在还没有领过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每次啊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想领的时候，就给我发生天灾人祸，像是2009年的88水灾啊，2011年的日本3.11地震啊，还有2014年的高雄气爆。所以我就把他们每次发生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们全部都给捐出去。所以我严重怀疑老天爷是不是故意的。每次在我想领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发生天灾人祸，然后逼我把这些全部都捐出去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对我今天说的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欢迎你们申请加入咯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，这个好像只限台湾人申请加入哦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这样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